电脑探索了哈。电源供应器的主机板里，风扇下面有 CPU， 还有记忆卡了哈。你看这电源线要接好。对，这个电源供应线，这个最主要的。这个可能跟 CPU 有关系的。你看这两个，可能就是要2个 CPU 要用的。这个叫电容器啊，电容器啊，有的主机板坏掉就是这个膨胀啊，电容器向上膨胀，所以先检查电容器有没有向上膨胀。再换电容器，从别的淘汰下来的电脑主机板拆下那个电容器来焊接，有试过了可以。你看，这沙塔硬碟，你看。沙塔硬碟，然后这个资料传输线，你看，这个是电源的电源线，然后还有也有比较旧的硬碟，用这种电源供应的插头，有转接头，它转接头有正负方向不能接错就烧坏掉了。那直流电有正负，不能弄错啊。有的电线一般的红正黑负，然后这个就接到那个启动开关了，没有那个启动开关，这个还不会跑。那就有没有坏掉检测哈？有没有坏掉简易的很简单的检测。一开机没有 B， 就是这个记忆体可能坏掉了。然后第二个步骤，记忆体拔掉哈，再开机。没有叽，没有那个机器声音啊，没有叫声，没有响声、轰鸣声，那就是主机板坏掉了。这是参考这个阳明数位资讯公司沈老板啊，道亲浅显很优秀，书法写正气歌，写心经，写诗句哈，很优秀，还有在教，好像是礼拜六还是礼拜天也有在书法教学。夏永仁里，阳明数位资讯公司，还有经销电器、电脑周边产品、3C 产品。还唱道歌，号称叫道场的歌手，道场的歌星啊。那2招哈，第一招就是有记忆体的时候开机看看有没有叫声，没有哔的叫声，就是可能记忆体坏掉了。然后第二招记忆卡，不叫记忆卡，叫记忆体拔掉，然后再重新开机，没有叫声。也都没有声音，都静静的，那就是主机板了，主机板坏掉了。那这个是一般的原则，但不一定啊，还未确定啊。然后检查，这个叫电容器，有的主机板坏掉就是这电容器膨胀，向上膨胀。你看这个有十字线，向上膨胀，像吹发柜啊，蒸那个年糕啊。那向上膨胀，像包子膨胀起来的，那就是坏掉要换。所以从那个旧的主机板拆下来，用电热枪、烙铁那个焊枪那个，把它拆下来，然后再焊接新的。有试过了，可以用，行得通。那这个直接电源线接这个主机板，那哪里没有接呢？这个这个还没有接，这为什么2个呢？这是准备2个 CPU 用的，
它如果有4个 CPU， 这里就应该有4个插头。这个是旧的主机板的，当初好像还是可以用的，记忆卡还是4 G 的，很大。记忆卡4 G 的还是很大。这种记忆卡就很多种形式，有的两个凹痕的。方向不对，不能硬插进去，会坏掉，有插坏货。然后这个要插进去以前，先关电源，免得坏掉。先关电源，把插头拔掉，然后再来插看看，到底要怎么插呢？插得进去吗？插不进去就是不对的啊。也有买来哈，这个旁边有刮坏掉呢，结果线路就断掉，线路断掉，寄回去换。结果他们也是用焊接的，把它接好。那个主机板那有线路的呢，不能随便刮伤掉，刮伤到可能也是线路坏掉。注意看，这里有凸起来，就是卡榫要用的，要配合这个了。所以你看，试试看。哦，真的是呢，你看，这样靠进去就对了啊，真的是这样啊。那先测试没有插那个，没有插记忆体的。现在还有一个学问，就是要知道那个启动开关就是从开关那里过来的，开关那里有加上那个电脑的箱子，桌上型电脑要有那个箱子，有电源开关的线过来的。人家内行的就知道怎么启动了。电源供应器也有坏掉的，用没多久就自动关机了，开机没多久就自动关机了。哦，现在啊，你看，现在插头都插进去了，现在把那个电打开，电打开，按下去，风扇都没有在动，你看风扇也都没有在转了，就是没有启动了。要装在那个电脑的话有启动，这样显示说没有启动，所以要装在电脑。这就是要了解那个启动怎么做啊，还要再学这一招。